大家好，我叫江有济，不过你会当叫我希娜哦海娜 ，Thank you。今仔日我来到这，我的阿嬷讲，你有啥物笑话会当互我分享给各位朋友呢？一直分享 share 互 everybody 呢？伊就甲我讲台语。和平爱来，和平爱来。泡克秀台语，不是秀英语。对，歹势。麻烦哦。好，我较点字的。伊就甲我讲，干宝啊，哦，伊拢叫我干宝。伊就讲干宝，我互你一个建议啦吼，因为台语呢，我想袂到有啥物笑话，伊就甲我讲，你去问老一辈好啊啦，我就讲阿嬷你是我阿嬷呢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好笑哦！回去甲恁阿嬷问好一下哈。我互我阿嬷。讲几波，阿嬷拢无讲到笑话。阿嬷讲欢喜就好啊，欢喜就好。紧，为了平。谢谢。